即係好多好出色嘅運動員啦。陳仲文之後就有恒仔你哋啦，同埋姚曉朗我哋好多好出色嘅，同埋呢個 U20嘅運動員啦，同埋先進運動員咧，呢個世界冠軍喎，梁志昌啊，係世界賽嘅40歲組別啦，40至44歲組別嘅世界冠軍啊，都係跨球嘅啦，佢就係14秒幾啊，都係40幾歲，真係。咁啊，順利起跑，見到咧，哇！古賀好快嘅投籃，咁啊，另外沙特阿拉伯嘅選手亦都係上籃非常之順利啦。咁喺第3線道嘅中華台北選手亦都係緊隨其後。莊浩倫都 OK 喎，收晒步啊！古賀咁啊，古賀收晒步嘅情況底下，13秒48啊，咁啊，輕輕鬆鬆咁啊進入決賽。反而中國嘅汪玉琪，中國運動員咧就反而有啲問題喎。你睇第一投籃嗰度好似就一窒喎。咁啊，另外第1線道啦，見到啊沙特阿拉伯嘅選手亦都係冇問題啊！佢攻籃角度啦，無論係然後可能上半身嘅協調都係做得非常之好，個人咧都唔會話拉到好直咁去做個加速。張浩倫好似贏埋中國嘅梁俊康添喎。係咪亞線係啊？亞線就輸咗少少，咁啊小組排第5啊，莊浩倫。反而啊吳宇喬咧，即係可能就有少少狀況出咗嚟。係咯。有啲我哋望埋邊線嗰度集中咗喺嗰邊睇啊。莊浩倫14秒16，咁啊而冇問題啦。梁偉軍13秒8，啱啱嘅成績亦都係順利可以晉級到去決賽，亦都係恭喜佢啦。咁另外就係啦，睇一睇咁我哋莊浩倫跑呢一組嘅第5名14秒16。咁啊，吳宇喬第8名14秒28。莊浩倫就冇啦，因為如果梁偉軍有就莊浩倫冇啦。係啦，咁啊都係啊，即係比賽就係咁啊，就係都要睇成績啦。咁啊非常之精彩嘅上晝嘅。